家嚟到心理研究所。大家唔知有冇試過一段關係或者一個工作環境，一開始只係出現咗一兩件讓你唔太舒服嘅小事，你心裏邊同自己講算啦，唔好咁小氣啦。但過咗一排，發現成個嘅關係嘅氣氛好似有微妙嘅轉變，好似破爛咗，想補救都好難。呢一啲好少件事，又或者看似唔係太重要嘅事情，其實就好似一塊一塊打爛咗嘅窗，而係冇即刻修補嘅玻璃窗。呢啲破爛嘅窗，慢慢累積成為變成一個破爛嘅大廈。喺犯罪心理學裏面有個好出名嘅概念，叫做破窗效應。如果一座大廈有一塊嘅窗被打爛，長期唔修理，其他人就會覺得呢度係冇人理、冇人管，好快就會有更多嘅窗被打爛，環境會越嚟越差，甚至引發更多嘅破壞、偷竊同埋犯罪。換句話嚟講，當一啲細微嘅失序，好似垃圾、塗鴉、粗暴嘅言語，冇人去處理，就會向大家發出一個訊息：喺呢度亂嚟都係冇所謂㗎。久而久之，問題就會層層遞升，由小嘅問題唔理會，久而久之變成真真正正失控嘅問題。其實破窗嘅效應唔止出現喺社區嘅安全，同樣出現喺我哋嘅公司文化、家庭同埋拍拖關係嘅裏面。喺親密關係裏面，一開始可能只係幾句言語嘅傷害，對方可能只係當作講笑啫嘛，你唔好咁小氣啦。反而你心裏邊就同自己講，算啦，佢都唔係有心嘅。但係當呢啲細微唔尊重、冇人處理嘅時候，就默默地向對方傳遞咗一個訊息，咁樣講嘢，咁樣對待你，其實都係可以嘅。慢慢關係裡面嘅安全感同信任同尊重就好似嗰塊玻璃咁，一塊塊咁破爛剝落。同時我哋講破窗嘅效應運用喺自己身上，可能你都會容許自己今日偷懶少少啦，遲交一次啦，講一次白色嘅大話，覺得無傷大雅。但係如果呢啲內在嘅破窗嘅效應不斷累積，可能終於有一日你會對自己失去信心，或者覺得自己唔係太好，又或者容讓自己係一個咁樣嘅人。其實破窗效應係講緊兩個心理嘅信號。第一個信號係呢度係冇人會關心嘅。當環境入邊嘅小問題冇人理，我哋會自然推論大家都唔係太重視，於是原本由自律會守規矩嘅人都開始放鬆自己，覺得太認真做人好似變成一個傻瓜。第二個信號就係我咁做都係有理由㗎。當你見到到處都係一個爛窗、垃圾，又或者啲人可能經常都唔遵守規矩，你就會好容易幫自己揾藉口。大家都係咁樣㗎啦，我唔做都會有人做。心理學叫呢啲做自我合理化。當人環境越混亂嘅時候，越容易去說服自己，為自己開綠燈。好消息嘅係，破窗效應唔係淨係講只係爛落去，亦都帶俾我哋啟發咗一個相反嘅方向。如果我哋願意由第一塊破窗開始去修補，環境係可以慢慢向好走㗎。例如喺關係入邊，可以由一次真誠嘅對話開始，你可以向對方表達：咦，你啱啱咁樣嘅玩笑，我其實唔舒服，不如我哋大家可以傾下點樣可以表達得更好。呢一種及早修理破窗，往往比事後喺關係破裂嘅時候更加保護大家之間親密關係嘅安全同距離。破窗效應提醒我哋嘅係，一個地方、一段關係、一個人唔會喺一日之內突然崩壞，往往係由好多被忽視嘅細破口累積出嚟。所有真正嘅問題都唔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所以當你見到有第一塊窗出現嘅時候，你究竟係會同自己講唔關我事啊，好小事啫，唔需要理會，定係肯做第一個停低，第一個嘗試表達出聲，第一個願意改變，或者你係第一個修補嘅人呢？今日你好想由邊一塊窗開始去作出修補，而唔容許呢一個窗再擴大落去呢？多謝大家收聽，我哋下次見，拜拜！記得 like、subscribe、撳埋鐘仔，一有新片就會收到通知㗎喇。